那我们上一堂课呢，主要是讲到三元的部分。那三元呢，我们已经讲完了，就是所缘元的部分。那今天呢，从第127页的最后一行的最下面呢，就是从不共生上缘呢开始讲述。那这边呢，就讲到说，直色跟现前之三元随一，都是直色跟现前成为能直色的主要直接能生之同位。父辈原为清晰内色，即色跟现前之不共生上缘的现象。那我们现在呢，主要是讲到说就是缘的部分。那在讲缘的时候呢，就讲到说有四缘，就是所谓的因缘、所缘缘、真上缘，还有等无间缘四者。那我们在讲为什么说这边要提到说不共真上缘呢？就是讲到真上缘的时候呢，它分为说共同的真上缘跟不共真上缘。那一般我们在讲说共同真上缘的时候呢，它其实和因缘二者呢是同义的。所以我们在这边特别呢，主要就是要讲述到说不共真上缘的部分。那什么叫做不共的真上缘呢？就比如说我们在讲说眼视或者说是像耳视的时候，就是能够同时成为眼视跟耳视的缘的呢，这个就称之为是共同的真上缘。那在讲不共真上缘的时候呢，那通常呢就会提到说就是清晰的内色。那这边讲到说清晰内色的时候呢，为什么称之为是不共的真上缘呢？不共真上缘就是说，它只能够成为眼视的真上缘，没有办法成为耳视真上缘的这个呢，就是眼视的不共真上缘。那同样的呢，它只能够为耳视的真上缘，但是不能够成为眼视真上缘的这一个呢，就是耳视的不共真上缘。所以我们知道说，共同的真上缘，它一般我们在讲述的时候呢，是说它和因缘同义。所以在这边呢，就是特别把不共真上缘拿出来讨论。这边呢就提到说，就是我们现在讲到说呢，就是什么是不共真上缘呢？那这边就举例到说，就是以直色跟现前之三元随一。那这边呢，我们就提到说，什么叫做直色跟现前呢？那直色跟现前呢，这边提到说，其实直色的跟现前呢，它主要就提到说是直色的根式。那我们在讲直接讲的话呢，它就是直色的演示。那这边讲到说，它如果是根现前的话呢，那第一个呢，它本身呢，要是根式之外呢，那它又要是就是现前式，就是它本身要是根式又是现前式。那除此之外呢，因为它是根式的缘故呢，它要具备不错乱的条件。所以呢，这边就讲到说呢，它是第一个是根式，然后第二个呢又是现前式，所以呢它是可以说是直色的根式呢，我们就可以提到说是直色的演示。那这里呢就讲到说三元随一，为什么会讲到说三元随一呢？因为我们这边有提到说，就是缘呢其实可以分为四缘，就是因缘、所缘缘、真上缘还有等无间缘四种。那这边提到说三元随一的时候呢，就是把因缘给去掉，就是它同时呢又是直色演示，就是直色跟现前的所缘缘、真上缘还有等无间缘三缘的其中一者。随一的意思呢，就是指说其中之一。在这边呢，就是可能会有人有疑惑到说，为什么不说提到说它是直色跟现前的四元随一呢？那这边不把因缘放进去呢，有两个主要的原因。那第一个不放因缘的缘故呢，是因为提到说，我们知道说因缘呢，它本身和因二者呢是同样的，是同义的，所以它只要是它的因的话呢，就是它的因缘。所以就是因为这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一件事情，所以并不需要特别拿出来做讨论。所以，因为有的人可能会怀疑到说，既然呢它是他的真上缘的话，那也会是他的因缘啊。那为什么不说是四缘随一呢？那主要就是因为说，你不把因缘放进去的原因呢，是因为这个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一件事情呢，所以并不需要去做讨论，因为很容易就可以了解。所以呢，只要是他的因呢，就一定会是他的因缘。所以在这边呢，就不特别呢把因缘放进来做讨论。所以这边是第一个呢，讲到说直色跟现前之三元随一。那第二个呢，不放进来的原因呢，是提到说，就是除了第一个要符合的条件呢，就是第一句所讲的直色跟现前之三元随一。那接下来呢，还有提到说，又是直色跟现前成为能直色的主要直接能生。那提到说它是直色跟现前，那我们刚刚讲到说，其实直色跟现前呢，就提到说直色的演示，所以
直射的演示呢，它同时又是直射演示的三元合一，那它又是直射演示呢，能够成为直射的主要指间能生的呢？那这个东西其实我们知道说，这个指的呢就是指眼根，所以我们在讨论这个的时候呢，为什么不放因缘呢？因为其实因缘呢，它并不需要拿过来这边讨论，因为他提到说最主要能直射的主要指间能生的时候呢，因为你是它的因的时候，不一定是能够成为直射的主要能生，所以呢，它就直接被排除在外。那能够成为直射的主要能生呢，那这边呢又有提到说，那它有可能会是像我们之前所讲的所缘缘呢，或是等无间缘。但是呢，因为这里它最主要呢是提到说是眼根的这一部分，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它同样呢就是排除掉了另外两者。我们呢这边来举一个譬喻来说的话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说小明去餐厅吃饭，然后觉得很好吃。那在讲这一句话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可以去分析到很多的行为，就是第一个提到说小明去餐厅，那他是怎么去餐厅的呢？那他一定是用两只脚呢走路去餐厅的。所以呢，这个就提到说他用脚呢去走去餐厅。那他一开始呢，怎么会知道有这间餐厅呢？那他一定是从耳朵呢听到别人说有了这间餐厅之后呢，所以他能够知道有这间餐厅，主要是有耳识的功用，因为耳朵听到了说哦有这间餐厅，然后呢心里现起的念头说他想要去这间餐厅，然后是如何去的呢？用脚走去的。但是到这家餐厅之后，他如何知道说他到这家餐厅呢？因为他用眼睛看到这家餐厅的时候呢，所以他知道说他到了这家餐厅，然后走进去这家餐厅。那小明去餐厅用餐觉得很好吃，那很好吃呢，这是谁的作用呢？那觉得很好吃这一点呢，其实是舌识的作用，就是舌识去感觉到的作用。所以在讲说我们说小明去餐厅吃饭觉得很好吃的时候呢，这句话里面它其实具备了5个不同的动作，就是用脚走去，然后因为耳朵听到，所以知道有这间餐厅，然后心里面呢想要去这间餐厅的念头，然后眼睛看到餐厅，然后到最后进去吃饭。所以这一句话里面呢，它不同的身体不同的部位呢，有它不同的功用。所以就如同呢，我们在讲说直射的根线前，或者说直射演示呢，它为什么要讲述说3种不同的圆呢？因为3种不同的圆呢，有它不共的作用。那以第一个呢，就是以所缘缘来说的话呢，所缘缘呢，最主要呢是提到说，就是它在眼根呢所直视外境的部分，就是眼根看到这个最主要的境呢是透由所缘缘的部分产生。那第二个呢就提到说，它是如何直视这个外缘的呢？它直视外缘最主要是从它的真上缘。那这边讲真上缘是提到说不共真上缘这个部分，因为不共真上缘的缘故呢，所以直射的演示呢，它才能够直视到这个颜色。那等无间缘的作用呢，就是它在直视之后呢，能够让这个演示呢，能够清楚的明了，然后清晰的两知，或者说清晰的去清明的领纳或是两知呢，那这个主要是透由等无间缘。所以在讲说直射演示或者说直射根线前的时候呢，最主要为什么会提到三元呢？因为三元有它各个不同的作用在。所以呢，我们以这个就是直射的演示呢来说的话呢，它最主要呢就是能够成为它不共因的呢，就是提到说它的不共真上缘。那为什么这个不共真上缘呢是它不共的因呢？因为它最主要呢就是讲到说，它第一个呢它是直射跟线前的三元随一，那第二个呢它又是直射跟线前能够成为直射的主要直接能生。那这个同位置的意思就是说它本身呢又是直射根线型的三元之一，然后呢，它又是直射根线型呢成为直射主要的直接能生，它就是这两者的，它是这两者的交集之外呢，那它本身呢又是父辈原为清晰的内射。那它这边讲到说，这个呢是直射根线前不共真上缘的现象，那就比如说直射根线前的真上缘的眼根。那这边讲到说原为清晰内射呢，那其实这个是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在讲说，能够让眼视呢看到东西呢，最主要不共的真相呢是什么呢？就是透有眼根。所以我们一般呢在讲说，就是
眼视呢，它最主要呢，为什么会称之为眼视？就是因为说它是透有眼根的缘故呢，所以才把它透有眼根呢去看的缘故，所以才称之为是眼视。那这个呢，这一点在适量论呢有特别的提到，所以这边就想要说，我们讲说根视还有说意识的差别。根视跟意识最主要的差别在哪里呢？就是我们在讲说眼根视、耳根视，它最主要呢是透由，就是这边所讲的，都是透由它的不共的真相源。它不共的真相源是什么呢？不共真相源就是主要它的内色，就是我们所讲到的五根的部分。就比如说以眼视来说，它最主要是透由眼根；那由耳视来说的话呢，它最主要是透由耳根。那以意识来说呢，它最主要呢是透由意根。所以我们在辨别根视跟意识最主要的差别的时候呢，就是透由它的不共真相源。是透由根视所产生的呢，是透由五根所产生的呢，称之为是根视；那是透由意根所产生的呢，是称之为是意识。所以根视和意识呢，它最主要的差别就是是否透由这个内色的五根所产生。因为根视跟意识的差别呢，并不是判别说他们二者呢谁是分别心或是非分别心，并不是这样子去讨论根视跟意识的差别，也不是最后有说它是否是错乱式或是非错乱式来讨论说它是根视和意识，最主要就是看它是否具有内色的五根，具备内色五根之一的呢，那就是根视；那如果不具备这个，是属于具备意根的呢，那就是意识。所以这边最主要是提到说不共真相源。那讲到不共真相源，最主要是在于说它不共的地方呢，就是在内色五根，内色就是根的这一部分，五根随一，内是五根随一的部分，所以才提到说这是不共真相源。所以这边就提到说，譬如呢，就是直射根现前的真相源的眼根。那这边呢，就是有一个要做补充的，就是我们之前有提到呢，就讲到说是所缘缘呢，最主要就是能够让眼根呢所显现的呢是所谓的所缘缘。那在讲到说真相缘的时候呢，那特别讲到说不共真相缘的时候呢，最主要呢就是讲到说是眼根的部分。那这里呢就是课文呢是以眼根，就是讲到说直射的，它是直射的根线前最主要的不共真相缘呢是讲到说就是眼根的部分。那同样呢，我们可以以此类推，就是在外境呢，就是提到说像是直射的根线前，或是直身的根线前，或是直香的根线前，就是境呢就是以色声香味出来放的话呢，那同样的呢，就可以说像是直射的眼根，然后直身的耳根，然后呢直香的鼻根。那同样的呢，它的不共的真相源呢，就是以此类推，就是像眼根、耳根、鼻根等等。那如果说是讲到意识的话呢，那就是以意根。所以这边呢，算是只提到说是直射的根线前呢，它的不共真相源是眼根，但是其他的六式呢，我们是都可以放进去的，就是以此类推。那那意线前它的不共真相源呢，就是一根。接下来呢，就提到说，令直色根线前成为领纳清明了知之体性的主要直接能生的了知呢，就是直色根线前的等无间缘的性相。那什么叫做等无间缘呢？那这边有提到说，就是等无间缘最主要呢，就是说在前一刹那之后能够立刻升起，就是让它无间升起最主要的缘呢，就是它前一刹那，然后无间升起的缘故，所以叫做等无间缘。那这里呢，最主要说，那等无间缘它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呢？就像刚刚我们所讲到的，所缘缘呢，最主要是能够让我们呢能够显现，能够让这个演示呢，就是直射根线前能够显现呢，最主要是所缘缘的作用。那真相缘的作用呢，就是能够指使这个镜呢，最主要是透有真相缘作用。那等无间缘呢，就是在它之前能够升起的直射根线前之前呢，然后无间断升起的这个无间断升起直射根式的，最主要是透有谁的作用呢？那就是透有等无间缘的作用。那因为是等无间能够无间的升起这个直射根线前的缘故呢，所以称之为是等无间缘。那等无间缘的作用是什么呢？就如同说它在定义里面所提到的呢，它最主要是让这个根线前呢能够成为就是新的体
性。那新的体性，我们就说能够清明的了知，能够和琉璃一样呢，很清楚清明的去了知的这个体性呢，成为新的体性呢，最主要呢就是透由这个等无间缘，然后能够让它成为就是新的体性。所以这边提到说，让直射根线前成为领纳清明，还有说了知之体性。那这个体性了知之体性，了知就提到说是新的作用，或者说新的体性能够成为新的体性，最主要的能直接升起的这个了知呢，就是直射根线前的等无间缘的性相。那这边呢就有问到说，眼耳等五根呢是不共的真相缘，那是否有共同真相缘的例子呢？那其实呢，人们就说这个是比较容易理解的。那我们不要以不知道有没有说是同样是五根共同的这个共同真相缘，但是以两种根式来说的话呢，会比较容易做比喻。就比如说它同时呢又是眼视，那又是耳视的共同真相缘的话呢，那我们以就是我们在点的香来说的话呢，就是这个香呢，就是一开始我们眼睛看到这个香的时候呢，然后想要去买，然后买回家以后呢，把这个香点燃，然后鼻子呢闻到了这个香味，那这个香呢，它同样呢，就是因为一开始眼视看到，然后后来呢，就是鼻视呢闻到，那所以这个香它就是这两者的共同的真相缘。但是单香本身来说的话呢，它是这个眼视的所缘，那它只是鼻视的因缘而已，它没有办法成为他们的不共的真相缘。那所以同样的呢，如果说我们去买面包来说的话呢，那同样一开始我们看到这个面包的时候呢，是眼视看到，那买回家以后吃的时候呢，那它同样呢又是呃它同样又是有像是舌视，或者说我们触碰到也有牵扯到是身视，那它同样呢，它就是眼视、舌视还有身视的共同真相缘，但是并没有办法成为这三世的不共真相缘。那所以同样的呢，我们可以用钟声呢来做比喻的话呢，就是一开始我们去买这个钟的时候呢，然后就是锣，然后敲锣的时候会有那个叮叮的声音嘛，叮叮叮叮的声音。然后一开始去买的时候呢，就是透有眼视，然后后来在敲的时候呢，那个叮叮叮的声音的时候呢是耳视，所以这个钟呢或是这个锣呢，它就是眼视跟耳视的共同的真相缘。那同样的呢，衣服也是一样，就是我们看到衣服之后呢，然后买了以后，然后透由身体呢，就是身视，就是身体去触碰的这种感受，所以它同样呢也是眼视呢，还有身视的，就是身体的这个身视的这个共同的真相缘。那我们再以另外一个例子来说的话呢，就是我们这边一直讲到说眼根，因为是透有眼根呢，我们才能够升起了就是直射的眼视，所以呢，我们知道说眼根呢，它是直射眼视的不共真相缘，但是在讲说就是这个眼根呢，因为有眼根的关系，所以会有眼根升起了眼视。那我们眼睛呢，就是这个直射的眼视呢，看到色之后呢，然后内心呢会升起一个直射的分别心，然后就是看到之后呢，内心会升起哦，这个是颜色，或者说这个是色，然后直射的这个分别心呢就升起来了。那直射的这个分别心呢，它是一个意识，但是呢，直射虽然说这个眼根呢。它是直射眼视的因，那它也是因为透由这个直射眼视之后呢，又升起了直射的分别心，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眼根呢，它是直射眼视，也是直射分别心二者的因，但是呢，它不可能成为直射分别心的不共真相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提到说，直射分别心它本身是意识，那意识的不共真相缘呢，就只能是意根之外，它不可能是这一种。不可能是内摄的这种五根之一，所以我们就是要说呢，眼根，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可以把眼根呢，它同时放为是直射眼视，还有是直射分别心这二者的共同真相缘，但是它没有办法成为直射分别心的不共真相缘，但是它可以成为直射眼视和直射分别心二者的共同真相缘。